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早讲家人要到新北市水港这段路有一个地名叫做四卡亭，传讲遮古早确实是有一个凉亭啊，有四支跳。另外，新竹新埔嘛有一个地名叫做波中亭义民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亭，凉亭的亭，塔倒影亭第5条。亭是一款有厝顶无壁的建筑物，一般是起伫花园或者是路边，专门予人休困纳凉，或者是欣赏造景用的。咱讲是亭仔，或者是凉亭。啊，若较细，嘛有人讲是凉亭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看起来是同款，意思是无相像。头一个是亭仔，嘛有人讲是亭，或者是凉亭。第二个词读做亭仔脚，会当讲是凉亭的脚，嘛会当讲是厝前。一般咱常在看到逐栋厝烧瓦，一楼加做走廊巷路，落雨天大家经过当避雨。有的所在讲是点亭仔，啊若金门有一个特别的讲法，讲是五脚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无论是山顶路边的凉亭仔，或者是市仔店家亭仔脚，有需要的时，拢会当互过路人遮风避雨，是咱台湾大心的设计，嘛会当看到在地人的人情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亭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